頭髮唔使驚，遲來先上岸。Hello 各位，歡迎嚟到 Wing 嘅分析頻道。喺尋日嘅大跌之後呢，今日嘅市場似乎有一啲小幅嘅反彈。大部分嘅股票其實都係有反彈嘅一個跡象噶嘛。大部分嘅醫藥股表現都係比較唔錯嘅。但係話到咗下晝嘅時候呢，市場佢又開始回跌喎。咁究竟市場後續應該行邊度，行邊個方向？我哋嘅倉位應該如何部署呢？睇之前先給 Winch 一個關注，撳個追蹤掣，唔好錯過 Winch 嘅策略變動啦。撳完追蹤掣之後，最好都係俾 Winch 一個點讚，咁都多謝各位嘅支持啦。我哋先開始今日嘅分析啦。喺開始今日嘅分析之前，我哋先嚟回顧下我哋嘅目前嘅持倉狀況。首先係2318中國平安目前仲係浮盈一個3.2% 嘅3908中金公司3908中金公司目前係點啊？目前係浮盈1% 左右1776廣發證券係浮盈7% 1675亞信科技仍然係喺度區間盤整冇賺冇蝕。3320華潤醫藥今日嘅表現係比較唔錯嘅，整體嚟講係收翻前日嘅跌幅，今日達到一個新高，大概係2.39% 嘅，整體嘅收益率冇太大嘅一個變化。咁5月份已經見尾啦，之後行情會點行？我哋要 keep 住持倉定係應該走貨？我哋繼續嚟睇咩啊？主要係睇恒指，恒指目前嘅關鍵位好重要啦，幾多咩位置2354.26 2354.26，佢目前嚟講佢係點啊？佢突破咗之後回踩，咁佢而家嘅動作係咩？係要回踩2354.26，咁佢嘅關鍵係咩啊？係可否喺呢個位置救住一個價格平台？咁咩叫價格平台？1、2、3要連續3條日 K 喺呢個2354.26樓上，就係恒指，佢要喺度企穩咗，救助咗一個防守平台之後，再點啊？再向上。咁呢個先至最為安全，同時我哋亦都要睇咩啊？恒生科技指數、恒生科指可以帶嚟嘅推動力。咁我同大家講過如果要如月龍門，行情幾時會啟爆？恒生科技指數係尤為重要嘅，佢要點？佢要突破呢條下降趨勢線，同時要企上5392.99呢一輪牛市先至有力量。因為我哋要清楚恒生科技指數佢嘅大部分嘅成分股係佔據咗恒指嘅大量嘅權重嘅。香港市場科技板塊包括我哋嘅固網騰訊，佢哋都係點啊？佔據咗恒指大量嘅權重。如果佢嘅板塊唔走好，就會導致咩啊？導致指數升，個股唔賺錢嘅呢種狀況出現。所以我幾時應該積極點時應該進取？係咪？就係咁嘅情況，我哋先至應該進取。咁我哋目前嘅佈置仍然都係以防守為主。防守為主，可以見到2318保險、3908、1776係券商，以及我哋嘅1675只有一隻亞信科技係點啊？亞信科技係科網，佢就波幅較大，其他嘅幾隻配置都係較為穩陣嘅，整體嘅風格都係偏穩陣。因為點？因為我哋對於行情，我哋要留足警惕。同時要觀察咩啊？觀察我哋恒指期貨嘅一個走勢，佢嘅呢一條藍線22995呢條藍線要非常之留意，佢唔可以喺藍線樓下救咗一個下降趨勢。佢尋日個位置其實係非常危險嘅，佢尋日跌穿咗落去，差啲構成咗一條下降趨勢。如果佢再一次跌穿，向上再向下發生咗咁樣跌穿咩位？跌穿咩關鍵水位？就係23405。咁如果23405被跌穿咗，恒指期貨跌穿咗23405，咁我同大家講，
我哋要對於行情嘅預期要放低啦，因為點？佢仲要回踩再向上。咁呢個時候應該其他嘅你除咗一啲浮盈較大啲正股，其他嘅該走就走，該走就走，唔好猶豫。我哋應該點？應該減倉同埋止蝕。呢個係我哋對於行情要有所準備，要有所準備。咁目前嚟講，呢件事情仍然未發生，所以大家都無需過於恐懼。因為點啊？佢整體嘅一個方向仍然係一個向上嘅方向，未有太大嘅改變，所以我哋繼續 keep 住持倉，保持耐性就可以噶啦。咁美股方面呢？美股方面同樣都係睇 SPX 500啊嘛，標普500，標普500佢對於整體嘅趨勢係完成咗一個破位，咁而家要等咩？要等佢回完再向上，咁我哋點？我哋要做後發先至嘅一個動作後發先至嘅動作，佢係日線，要下個星期就可以，好可能佢會俾到我哋 SQQQ 重新入場嘅機會。咁我哋目前仍然係停倉休息嘅一個狀態，大家就唔使過於心急，我哋耐心嘅等待機會，因為做交易佢唔係一日兩日嘅事情，佢係一個長久嘅一個長戰鬥。好，咁希望今日嘅分析可以俾到你幫助，咁我哋今日嘅內容就講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